吃最健康，客家烘焙师张成泰选择客家食材加入吐司，做出了擂茶、极酱等吐司，同样是天然无添加。他要让大家吃到食物最原始的美味。11节的感动时刻来品尝了。几样吐司好了，我们几样出炉喽！来，几样吐司出炉。这里吐司与众不同，因为走的是客家风。这就是我们的客家杂粮吐司、擂茶吐司，里面还有包了红豆，让吃起来更有层次。擂茶、红曲跟橘酱很难跟吐司连在一块吧？但是老板张成泰做到了。欢迎来到我的工作室。来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师傅正在制作桑葚吐司。除了使用当令食材之外，它的橘酱吐司很有特色，这是经过了好几个月的研发，才让客家橘酱跟吐司搭出绝妙好滋味。原来这种酸提的味道很棒哦，那也比一般柑橘类的味道香，甚至我觉得它并不输给外面常常讲的香精系，就是一种老面，它的水分吃比较多。张成泰强调，他的吐司绝对不加化学添加剂，还有香精，要让吐司色香味俱全，连着色剂也讲求天然。擂茶吐司也是客家味十足，内馅完全真材实料，让大家吃得到也看得到。是粉，因为真的如果说磨成粉末的话，有些东西是看不到的。那我希望是吃得到、看得到的东西，所以我把它设定为客家风味的擂茶吐司。张成泰选择在地的客家食材，成本多出了好几倍，但是他就是希望让消费者吃得安心又健康。健康未必会不好吃，那我希望健康也能很美味，只是要多下点苦心。橘酱吐司里面吃得到果粒，擂茶吐司里的谷物也能够增加口感。张成泰30岁创业，连创业之路也很有客家精神。整个工作坊是家里的车库打造的，电器产品通通都是二手货，所以算是2手、3手这样。这个已经不知道几手了吧？张成泰致力发展客家吐司，但希望大家吃到的不只是吐司，也能够吃到客家师傅的用心，还有客家食材的价值。饱和的橘子色温暖了吐司的白，浓浓的客家情柔软一抹擂茶的青涩。客家师傅30岁的梦想，在烘焙坊里等候感动时刻。